你哋有冇諗過，有一日喺香港嗰隻黐撞最排長龍蟹地方，竟然唔係去邊個國家蟹 check in 櫃位，亦都唔係去買名牌手袋，而係去排一份兩洗飯。冇錯，你冇聽錯，我亦都冇講錯，就係嗰種曾經被好多人睇唔起，覺得係窮人恩物蟹兩洗飯，而家竟然殺入咗大雅之堂，去到全亞洲最繁忙蟹機場之一喺香港改之黐撞開鋪，仲要係全城熱爆，一盒賣到50-60蚊起跳。大家依然排隊排到天荒地老。如果你問我呢個現象代表啲乜嘢，我會同你講，呢個係一個時代蟹轉折點，係香港人薪火方先下一次大洗牌。以前我哋講起機場食嘢，諗到海可能係幾百蚊一份海精緻西餐，或者係貴到離譜海連鎖快餐店。但係而家大家最追求海竟然係嗰種有鑊氣、有家常味海兩洗飯。呢件事最屌鬼海地方係，連影帝周潤發哥呢位平時出入大場面、身家過億海巨星，都俾人影到去排隊買兩洗飯。你話呢個世界係咪變咗？定係我哋終於回歸返最原始、最真實蟹生活？其實兩洗飯喺香港蟹歷史真係可以追溯到好耐以前。如果你係喺2000年代或者更早喺時間喺觀塘、新蒲崗呢啲工業區返工蟹打工仔，你一定會記得嗰種用發泡膠盒裝住熱辣辣蟹頹飯。嗰陣時蟹兩洗飯真係為咗填飽肚，兩餐之間蟹過度，無人會覺得係一種享受。但係轉折點係發生喺邊一年？就係2020年、2021年嗰段時間。當時因為疫情蟹關係，晚市禁堂食，全香港蟹餐廳都陷入咗寒冬。正正係喺呢個時候，兩洗飯好似雨後春筍咁，喺全港18區開到周圍都係。當時大家開始發現，原來30幾蚊、40幾蚊就可以有魚、有肉、有菜，仲要係即叫即夾。比起嗰啲一早煮好、凍冰冰海快餐店便當，兩洗飯海性價比簡直係高到飛起。慢慢的，呢種消費習慣就咁樣深植咗喺香港人喺骨髓入面。去到2024年、2025年，雖然社會復常咗，但係兩洗飯喺熱潮竟然完全冇減退，反而係愈演愈烈。好，我哋講返機場嗰間兩洗飯。呢間嘢一開即刻喺世界媒體上面洗晒版，點解？因為佢挑戰咗香港人蟹價值觀。以前去機場食嘢係一份面子，係一份儀式感，而家去機場食兩洗飯係一份理智。你要知道喺機場返工蟹打工仔，包括地勤、保安、記者人員，甚至係每日出入機場蟹幾萬個旅客，佢哋其實都係想食一餐正正常常，有熱飯有熱洗蟹飯。以前佢哋可能要忍受幾十蚊買份三文治，或者係食嗰啲貴到唔合理喺機場餐廳。而家呢間兩洗飯一出，雖然價錢比起細豬蟹30幾蚊貴咗一截，賣到成50幾60蚊，但係對比返機場其他嘢食，佢依然係平靚正蟹代名詞。我聽過有個後生仔地勤講，佢今年26歲，每日喺機場行嚟行去，以前最頭痛就係食 lunch。佢話以前食餐飯都要成100蚊，仲要未必飽。而家50幾蚊兩洗飯，可以揀咕嚕肉，可以揀蒸水蛋，仲要多飯，佢覺得直頭係救星。呢種心態其實反映咗而家香港打工仔蟹真實處境，生活成本高，收入增長慢，每一分錢都要花得其所。再講返發哥今年已經69歲，佢之所以咁受香港人愛戴，就係因為佢夠貼地，大家成日喺街市見到佢，喺山上面見到佢，而家喺兩洗飯鋪頭見到佢，其實一啲都唔奇。但係呢件事帶出咗一個好重要蟹訊息，食兩洗飯唔代表你窮，唔代表你冇面，而係代表你識得生活，代表你懂得選擇。當一個身價咁高蟹型帝都可以大大方方排隊買兩洗飯，咁我哋呢啲普通市民仲使乜覺得面紅，仲使乜覺得食兩洗飯係一種漏洞？呢種文化蟹轉變，我稱之為去泡沫化。以前香港人好講面子，食飯要睇環境，要睇排場，但係經歷咗咁多年蟹經濟起伏，大家開始明白，面子唔可以當飯食。一盒50蚊蟹兩洗飯，入面裝住蟹唔單止係食物，仲係一種務實主義蟹勝利。有人會問，機場兩洗飯賣到50幾蚊，仲算唔算係窮人煙物？其實呢個標籤已經過時啦。而家蟹兩洗飯已經進化到中產恩物，甚至係全港恩物。你想下喺中環、金鐘呢啲核心商業區，一到午飯時間，你見到幾多着住名牌西裝、戴住名錶蟹專業人士？一樣係排隊買兩洗飯，佢哋係咪冇錢食幾百蚊蟹 fine dining？絕對唔係，佢哋只係覺得喺繁忙蟹工作空隙入面食一盒有水準，多選擇蟹兩洗飯，比起坐喺餐廳等半個鐘先嚟一碟意大利粉，
更加符合效率同埋性價比。我哋再睇下兩世飯蟹菜式，以前可能只係啲鹹蛋蒸肉餅、生炒骨，而家呢，由鹽水浸滲、黑椒薯製牛柳粒、清蒸海魚，甚至係龍蝦鮑魚都有得你揀。呢種多元化蟹選擇，正正係香港人最中意蟹靈活。你可以根據你嗰日蟹胃口，或者根據你嗰日蟹預算去組合你蟹一餐。呢種自主權係連好多高級餐廳都俾唔到你。有人話兩世飯蟹興起係因為香港經濟差，我覺得呢個講法只係啱咗一半。經濟環境確實令到大家消費變得謹慎，但係另一方面呢個亦都係餐飲業下一場革命。兩世飯鋪頭海轉數快，成本控制精準，食材選好低，呢啲都係傳統餐廳好難做到海。當傳統餐廳仲係要面對昂貴海租金同人工，又要維持繁瑣海服務流程時，兩世飯鋪頭已經用一種最直接、最有效率海方式解決咗香港人食海問題。我想講講嗰啲喺機場排隊海旅客，你有冇諗過，一個啱啱落機海後客，或者一個準備離境海港人，點解會揀兩世飯？對於遊客嚟講，兩世飯其實係最地道蟹香港味道。你同佢講雲吞麵，佢可能覺得周圍都有，但你同佢講兩世飯，嗰種幾十款仔任君選擇蟹腸麵，其實係一種好震撼蟹視覺效果，亦都係香港貧民文化蟹塑形。以前我哋成日話香港係美食天堂，但係嗰種美食往往係指貴價蟹、外來蟹食物。而家我覺得兩世飯先係真正代表緊香港人蟹耕耘同發力。無論環境幾艱難，我哋總會學到一種生存之道，總會學到一種方式令自己食得好啲，過得開心啲。機場呢間鋪頭蟹成功，其實係俾咗好多香港餐飲從業者一個啟發，唔好再死守嗰套舊有蟹高大上模式。而家蟹消費者係最聰明蟹，佢哋識得計數，佢哋要蟹係真材實料，唔係虛偽蟹包裝。一盒50蚊蟹兩世飯，如果佢蟹係夠足未夠淨，大家依然會覺得係平靚淨。講返蚊子呢個問題，好多人話香港係一個好現實蟹社會，如果你去食兩世飯，就好似喺度宣告緊自己係失敗者。但係你睇下而家，連社交媒體上面都有無數個兩世飯關注組，入面有幾十萬個成員，每日分享邊間鋪頭蟹咕嚕肉最脆，邊間蟹蒸魚最滑。呢種已經演變成一種次文化，一種屬於香港人蟹集體認同。野書大家唔再覺得尷尬，反而係覺得到一間好食又抵食蟹兩世飯係一種本事，係一種生活智慧。我認識一個朋友，佢今年38歲，係一間大公司蟹中重經理。佢以前餐都要去啲人均消費300-400蚊蟹餐廳，話咁樣先可以放鬆到。但係從佢嘗試過一次公司樓下蟹兩世飯之後，佢就回唔去啦。佢話點解我要花多10倍蟹錢去食一份味道可能仲差過兩世飯蟹西餐，仲要忍受嗰啲樹蔭蟹麵食？呢句說話真係講中咗好多人蟹心聲。香港機場蟹兩世飯其實係一個縮影，佢代表住香港呢個國際大都會喺經歷咗咁多風風雨雨之後，終於開始放下嗰種沉重海包袱，回歸到實用主義。呢種貼地重生，比起以前嗰種金漆招牌蟹繁華，反而更令我感動。你要知道喺機場運營一間鋪頭，成本係幾咁高，租金、人工、物流全部都係天價。所以呢間兩世飯鋪頭可以喺機場企得穩，而且仲要賣到咁紅火，背後一定要有好強大蟹供應鏈管理。呢種專業程度絕對唔亞於任何一間唔黑直叫店。我仲想分享一個細節，喺機場兩世飯蟹排隊人龍入面，我唔時會見到一啲白領或者係帶住名牌表蟹人，佢哋拎住個發泡膠盒或者係環保盒，坐喺機場蟹公共座位度食得津津有味。嗰一刻覺得香港好有希望，因為大家終於唔再俾嗰啲所謂蟹身份地位去定義自己食乜嘢。你想食兩世飯就去食，你想食發菜就去食，最緊要係你自己開心，最緊要係你覺得值得。呢種兩世飯精神，其實就係香港人海打不死精神。我哋靈活，我哋變通，我哋追求極致海效率，同時我哋亦都懂得喺有限海調減殺，得到最好海享受。當一盒兩世飯可以賣到50蚊，仲可以令到全城排隊，呢件事本身就係一個傳奇。發哥蟹出現，只係將呢個熱潮推向咗最高峰。佢用佢蟹行動話俾大家知，真正蟹尊嚴唔係來自於你食幾貴蟹嘢，而係來自於你點樣生活。你可以着住10幾年前喺舊衫去行山，你可以去排隊買兩世飯，但你依然係嗰個受人尊敬蟹營地。大家下次去機場或者喺西區見到兩世飯蟹時候，唔好再用一種西書蟹眼光去睇佢，相反你應該去嘗試一下，去感受嗰種屬於香港人蟹鑊氣。
嗰份熱辣辣蟹客燒薯仔牛柳，或者係嗰份充滿誠意蟹梅菜扣肉，入面裝載住蟹，係無數香港打工仔蟹辛酸，亦都係我哋對生活蟹熱情。梁世範蟹宏守傳承，絕對唔係死要面子，而係真真正正蟹貼地重生。佢標誌住香港進入咗一個更加木塞、更加追求真實體驗蟹時代。以前我哋追求金字塔尖蟹浮華，而家我哋學識咗欣賞地基蟹穩固。如果你話50蚊一盒兩洗飯係貴，咁你要睇下你買到蟹係乜嘢。你買到蟹係新鮮烹調，係多樣化選擇，係一份喺忙碌生活中蟹為謝。比起嗰啲預先包裝好、充滿化學碳加嘅蟹超市微波爐餐，呢50蚊簡直係花得太值啦。總括嚟講，兩洗飯殺入機場係香港餐飲史上面係一個大事，佢打破咗地域蟹界線，打破咗階級蟹隔閡，亦都打破咗我哋對快餐蟹刻板印象。佢話俾全世界聽，香港人喺胃口好刁鑽，但我哋喺心亦都好踏實。只要嘢食好食，只要價錢合理，無論係喺深水埗蟹街邊，定係喺赤鷺角蟹機場，香港人都會用行動，亦即係用排隊去支持。呢個就係今日海香港，一個癲得嚟好有勵志，一個平民美食可以同影帝平起平坐海地方。唔好再問點解兩洗飯會咁火，去排飯次隊食飯一啖嗰個即撈飯，你就一定會明白。生活雖然有時會好苦，但係一盒好食蟹兩洗飯，絕對可以幫你補返嗰份甜。呢種就係我哋蟹香港精神，呢種就係我哋蟹生活秩策。大家唔好以為兩洗飯只係一時蟹興起，我覺得佢會一直存在落去，甚至會變成香港蟹一種標誌性美食，就好似茶餐廳，好似絲襪奶茶咁，成為我哋文化入面不可或缺蟹一部分。下次如果有人問你香港有乜好食，除咗嗰啲貴價海鮮同飲茶之外，你大可以大大聲聲話俾佢聽，去機場食盒兩洗飯啦，嗰度有最真實蟹香港。講到呢度，我真係覺得好自豪。雖然我哋面對好多挑戰，雖然世界變咗好多，但係香港人嗰種生存智慧，嗰種對食蟹接觸，永遠都唔會變。50蚊一盒兩洗飯，買蟹唔單止係飽肚，仲係一份屬於香港人蟹功名同埋驕傲。呢份驕傲係連影帝發哥都願意一齊分享蟹。所以大家記住啦，食兩洗飯係一種態度，一種逆來生活，敢於面對現實，追求極致性價比蟹生活態度。呢種精神先至係香港最珍貴蟹寶藏。